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今天我收到了我们苗女郎寄来的一套越南款的新式苗裙。这个越南款这2年是真的太流行了。别看人家越南以前好像似乎很没有存在感，但是这2年他们的经济还有他们的文化发展的确实不错。这几年大家听到的很多抖音神起，是不是都是越南神起啊？好，今天我们来试一下这套越南款的苗裙。我们先来看越南的裙子。越南裙子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是，他们会拿这个彩色的这个绣线来看正面，彩色的这个绣线把它进行很密密的铺排。为什么他们的这个铺排的这个刺绣会比我们国内的要多？经常看九妹视频的都知道，苗族是个迁徙的民族，服饰又是穿在身上的史书，它迁徙的路线越长越远，它会在身上去，比如说一条横杠就是一条河，一条横杠就是一条大路，一条这样的就是一座山。苗族人迁徙的路线越多，它会在裙子上呈现出来的刺绣元素就会越多，所以越南苗族它已经穿过了中国的最南端，走的迁徙路线是最长的，所以他们的衣服的服饰的典型特征就是有非常密密麻麻的刺绣，这说明他们的老祖宗已经走的路非常非常远了。衣服的上衣大家看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漏风镂空？哎呀，这个我们的苗女郎做了一点点创新设计，它里面其实是要穿一件黑色衣服的搭肩，就是套在了里面，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坎肩套在了身上。它这个设计还是有一点点前卫，这是一松，里面的衣服是一紧一松的搭配，让它有了一定的层次感。为了保留原来的这种手上的这个刺绣的这个传统啊，它还是结合我们的脚套做了一个袖套，袖套做起来特别像那个古代的那个战甲，像不像？前面的前围腰也是采用的这种很密密的刺绣的线的这种彩色线的铺排，然后呢融合这种刺绣是非常就是细腻的，然后做工也非常的紧致细腻。这个腰带上的这个用色就是很偏向越南苗族的这种暖色系的配色，就偏橘、红、橘、黄的这个色系。这个腰带和后围腰的结合就很像我们传统的这种款式，就是一层一层堆叠，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这个小的珠饰。然后呢，它上面帽子上的这个珠饰有做了特殊的这种加长的处理。那你看几乎都能把眼睛盖住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变身越南苗族少女。